你營銷拍片為咗賣嘢，但如果你連觀眾點樣受影響都唔知，拍極都係白費心機㗎，仲衰到以為係內容問題，其實根本係因為你唔識潛意識。今日我直接同你講清楚，拍片唔係為求靚嘅，亦都唔係為咗迎合演算法，更加唔係靠諗 idea 嘅。拍片唯一嘅核心目標就係要影響觀眾嘅潛意識。問題係大部分人拍片咧，只會諗內容好唔好睇，仲有個錯誤認知咧，以為觀眾買嘢係靠理性決定嘅，結果就搞到條片就算有人睇，都完全去唔到轉化。呢種拍法本質上就係低效咯。我同你講一個最關鍵嘅底層邏輯，叫做潛意識主導決策原理。第一個重點喺心理學上咧，人嘅決策有90%以上都係靠潛意識主導嘅，而唔係理性分析。即係話你講幾多嘅資料、幾多嘅功能，講到自己個產品幾好，觀眾其實根本記唔住嘅，佢哋只係會記住嗰種感覺。好似你睇一條片，覺得安心、有信任感，你自然就會想買啦。呢個就係潛意識嘅運作咯。第二點好重要嘅，影片係唯一可以同時刺激視覺、聽覺同情緒嘅媒介，所以最容易繞過人嘅批判思維、理性思維，直接塞入去潛意識。例如利用節奏啦、聲音啦、畫面嘅連續性啦，令到觀眾進入一種非常專注嘅狀態。呢個時候你講嘅嘢、品牌信息就會被佢當成一早成立咗嘅事實，去咁樣去吸收。講到呢度，咁我唔可以講落去啦，因為已經牽涉到我嘅付費課程內容。不過我可以講多一句，如果你仲用緊傳統拍片嘅思維咧，淨係諗創意同拍攝技巧，你永遠只係表面打轉。真正高效嘅做法，一定係將影片結合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去整合個策略，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品牌影響力嘅。總結一句啦，拍片唔係拍俾眼睇，係拍入腦、拍入潛意識，咁樣先會有生意，咁先會造成真正嘅營銷嘅。呢集講到呢度，下一條片見。